哥，俺想问一下，三连路在哪嘞？那儿左还是右？哎呀，你还是半仙嘞，话都说不明白。哎，我这……哎，上个厕所不让上是吧？你放心吧，钱我拿着了啊。路还走反了，知道了，挂了啊。说谁不会说话？疫情之下，注意配合防疫，扫码测温。好，没问题。疫情之下，配合防疫，注意安全。您放心，社区是我家，文明你我靠大家嘛。错。哎，来人了，来，先扫后算啊。怎么是你呀？先生，我这次来是想测测我的功德值涨了没有。我的教诲，你都照做了？哎呦，先生，您之前可不是拿这个测的，这能行吗？我这是高科技，一般人我都不往出拿，看你是老顾客我才拿出来的。来，凑过来。哎呦，你这怎么比上次还低呀？又重操旧业了？怎么会？不是，我只是想……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日行百善积义德，日作一恶百得落。盗人钱财这种事儿有损阴德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难道是我弥补的还不够？哎，从今克己应犹急，言语梅花具自己，慢慢来，总会好的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没时间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帮我把他物归原主。这不合适。还愣着干嘛？给你送医院。还真有这么傻的，你说这放在谁能不心动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哎，可笑。先生，哎，你来的正巧，内涵涵刚走，这段时间可让我一顿找呀。托先生的福，本来想用自己的方式帮他积点德，没成想。哎呀，围魏难行就赵义，卑躬见爱四海平，这都不重要，过去了。让我们师姐给孩子起个名儿，冲喜，啥都 OK 了。好吧，孩子爸爸贵姓？姓吴。哦，这名儿妙啊，这可是天下光明的好兆头啊！